妹妹怕是对本宫有什么误会吧？你从天牢中闯出，要行刺本宫。我真的行刺你？哼，妹妹还真健忘，众目睽睽之下做的事情，还想赖账？行刺你的，怕不是我本人。哈哈，你用蛊虫控制贾李妃，扰乱后宫，想必一定有原因的吧？不知道能不能告诉姐姐呢？我说不是我做的，你信吗？我信不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妹妹，你到底查到了什么？你以为我会查到了什么？我们也别卖关子了。日月神鼎的事，你到底知道多少？能否与我一起共享信息？哼。只要妹妹肯跟我合作，我保证你一定平平安安。你笑什么？妹妹愚笨，并没有听说过什么日月神鼎，也没有打算去查。不过，我倒是查出了一些秘密。什么秘密啊？你和六王的一些丑事。放肆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押回天牢。是你。庄妃娘娘，小道有几个问题想要请你赐教一下。你神通广大，害我入狱，还有什么用得着我教的？我猜得出前因后果，分得清正道妖法，却始终摸不透人心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哼。当然，我也不是一个糊涂的人。宫中这许多纷乱，背后一定有人在作祟。如果你能够完全控制蛊虫的话，你怎么会傻到让蛊虫去揭发你？你甚至可以让蛊虫来毒你，以摆脱嫌疑。可是你都没有这么做。你逃出天牢，去刺杀皇后，我想来想去，也不明白其中的缘由。那天，你突然神志发狂，我想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吧？或者，你背后有一个人想借你之手来杀掉皇后，然后再铲除我，所以，这背后一定有人在作祟。你总算还不笨，刺杀皇后的确不是我愿，我都不记得有这么一出。所以我恳请庄妃，告诉我事情的真相。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因为我是唯一可以帮助你的人。以现在的情况来定，你要么在天牢里被折磨得不成人形，要么被冠以妖女的身份被处死。怎么样都是死，还不如相信小道，告诉我事情的缘由。我们合力找出方法解决纷争，你戴罪立功，也不失为一件好事。没错，一开始蛊虫是我控制的，这还要从几个月前开始说起。见过娘娘。下去吧。抬起头来。
别怪我，怪就怪你长得太像李妃了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李妃。臣妾有一事想向皇上禀告。说来听听。近日偶然聊起后宫的事情，臣妾便派人请来了一名女子，借花献佛，想讨皇上欢心。进来吧。见过皇上。起来。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，真好。皇上，没事的话，臣妾先告退了。皇上也好叙叙旧。等等，把门关上。所以，你只是为了讨皇上的欢心，才让人假扮李妃的。是啊，只是为了博君一笑，没想到皇上的心却还是不在我这儿。我也不知道造的什么孽，做出这种事儿。不过，我虽然没有得到皇上的宠幸，但皇上对我已经远超后宫其他嫔妃了。但前些日子，皇上一离开，事情就突然失控了。来人，来人呐！娘娘，李妃人呢？不知道啊。快去找。是。娘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什么事儿？那李妃去了宁妃的府中。我就知道，我的蛊虫已经被别人控制了。这人和我一样，精通法术，本来想以精血为引，重新培育蛊虫与对方相抗。没想到你半路杀出来，完全打乱了我的计划。那你可知道此人是谁？此人行动诡异，但一定就在我们身边。皇后和庄妃都谈了些什么？主人，皇后宫中守卫戒备森严，都是六王的亲信，小的近身不得。我问的是皇后和庄妃都谈了些什么？小的什么都没查到。看样子你也没多大的用处。既然事情已经迫不及待，那我就给他们加把油吧。你下去吧。是。
天灵灵地灵灵，保我师父平安无事。天灵灵地灵灵，保我师父